艺术发展，我们不是只追求国家级的剧场，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地的这种驱动力让艺术回到生活，然后从土地出发那透过有软剧团、返乡剧团，我看到这种可能性。那过去的特别预算都是盖这个大型建设或交通建设或救灾但是我就把这个计划融进去了，所以我们首度有特别预算让我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希望用剧场驱动，而且是用人在剧场里面去驱动我们在地的。是今年草草艺术节10元这样的主题我觉得很可爱很棒然后希望能够真的是俯拾皆艺术在生活里面那每个人在艺术里面也能够追求人生的一种圆满那尤其这里面对我有一个含义，就是说看表演要付钱。这个尊重表演艺术工作者然后我们要自己买票然后用一份心力支持我们的艺术的发展。我们常说文化立国，真的国家的基础其实在艺术好，鼓励大家，支持大家，也感谢大家的努力跟贡献，谢谢。